来看台南因的这环保局推动环境友善农业，结合在地农民甲营工国小，甲回收的喷桉肥变作是有机肥来种植。学生囡仔呢也会当去参与班菜，用行动来支持在地农业，会当建立着囡仔人对饮食环境的基本观念。 囡仔排队挑战集团走关的任务，完成了后，就当乐餐体验。家己出力总算甲白菜头挽起来。特别的是，这块菜园是用环境友善的方式来种植，但是环保局结合在地农民，带英国国小学生，实际来产地学习环境饮食的观念。这寡白菜头所用的肥料，拢是用回收来喷，经过发酵做成有机肥，实践资源循环的理念。是有机的，比较没有毒。第一次吧，我觉得很好玩。休闲性。 囡仔来采收，来感觉讲这个一个使用教育循环经济啦，到尾仔伫采收的过程中，互囡仔知影。民众所食的食物啦哈，那这些食物呢，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有机物。那这些有机物其实做是很好的肥料的来源。经过统计，台南一档三星的喷有59000公吨，大约是1亿个便当的重。环保局甲喷回收，送给工厂，甲发酵产生肥料，再去提供给农民使用。另外，伫高树生长的过程，定着会有一寡虫害，农民嘛阁示范要安怎用天然的方式做病虫害防治。起头先用油，佮参布墨纸，做成无毒的防治用药。农民讲这是用油脂甲汤拖包起来，阻碍因的行动。但务农也不一定要喷农药啦、杀虫剂之类的，你可以在对环境友善的一个前提之下，有很多资材。 我们都是可以去使用的。它这些成效，其实你只要防治得好，它绝对不输于就是一般的所谓的惯性农法喷农药。学生所办的菜头有一部分提等于学校做料理，嘛有分散给社区。环保局嘛表示，这种活动唔但建立学生的环境意识，嘛让囡仔学习小食的观念。环保局强调支持在地农业，选当季的食材，卖浪费食物，拢是对应气候变迁的实际行动。因希望这个观念会当伫学校慢慢啊定根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